早早，今仔日是6月21，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大甲妈祖昨回銮登去到镇南宫，妈祖銮轿进入大甲城了后，受到信众热烈的欢迎。銮轿嘛，伫咧半暝12点入庙。台中市长罗秀燕，佮有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等人同齐主持安坐典礼。大甲妈的绕境8暝9天也已经圆满结束。 在热情的信众迎接之下，今日透早接近饭点的时阵，妈祖銮轿才进入镇南宫庙埕，庙方人员将妈祖为銮轿当中请出来安置伫神安顶悬。因为风景信众挂嘴安敬接妈祖，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拢出席安坐大典。上腰拜，圣庙心情颜清标。 今年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大甲妈绕境延后85天，伫11暗时11点起价展开9天8暝340多公里的路程，行过中部4县市，信众人头拢热烈欢迎。昨暗暝1暝了后，大甲城内人是愈来愈多，土声响丽煞，太子团、神东团这人头伫庙埕大展神辉，非常热热。 董事长颜清标对今年绕境的评分是不低，庙方表示，绕境后受疫情影响的经济拢活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文的大代志，今仔日伫咧中南部和金门澎湖的观众朋友，下晡4点就会使看到天狗食日。那即摆伫台湾无看到，就该等195年咯。 下晡伫中部地区已经有囡仔先用日要看天狗食日的工具来看日头咯。太阳什么颜色？太阳什么颜色？蓝色。 6月21下晡4点，天狗食日的中心线会通过云林县南部、嘉义县市、高雄市北平、花莲县甲台东县交界所在，也有离岛的澎湖、金门这所在。即摆若是无看到，想要在台湾看到天狗食日，也要等195年的时间。 当它如果刚好转到太阳跟地球中间，而且刚好是一直线，遮掉太阳的99.1%，所以它已经差一点点就到全食，不用离开台湾就可以看得到环食，要再等195年。天文专家讲，即摆天狗食日伫台湾有机会看到日头表面所喷出来真少的小气，也有黑暗的日头表面有一链黄色的光。不过，平常伫看时阵，特别注意安全，爱使用保护帽，也是护目镜，安尼目睭才袂看较歹去。贝利珠这个现象应该会蛮明显的，然后可能有一些内日冕或者日耳应该没有问题。专业的滤膜或者是说电焊用的黑玻璃。 黑玻璃要高耗素的黑玻璃，拿来看太阳的话，它才会不会那么刺眼，不会眼睛受伤。科普馆也分享2012年在台湾发生的天狗食日影像。加顶一摆日头出来时阵，即摆天狗食日发生在下晡，预计下晡4点14分8秒，差不多是日头和月亮看上最时阵。伫中心线附近会看到宽松影像，规个天狗食日的情形，差不多是2点钟36分左右。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拢谈什么大代志？好像是《中国时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武汉肺炎疫情进入新的危险阶段，各国拢应该谨慎面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讲，各国的旅游警示也是属于第3级，若无必要，建议就唔通出国。再来是《自由时报》。 疾管署昨公布，屏东台南出现今年前3例日本脑炎的确诊病例，是40多岁到50多岁的男性，3个人拢无旅游史。台南的病例已经转去家护病房，等咧插管治疗。再来是《联合报》，一个月薪水领15万以上的民众，自去年5月开始适用劳基法第84条之一的责任制。不过，这1年来，上北市敢若一个人报车获批。 互外界批评讲，若无这款需求，就唔通开劳基法的后门。去年底倒店的台北金华城，目前正咧进行拆除的作业。不过，昨下晡3点外，时间的地点所传出崩塌的意外，一个工人互落落来砖仔和土台咧，不幸死亡。台北市都发局嘛调查发现讲，工地现场是违反建筑法，照规定就要罚9万块，也下令停工。
消防人员伫金华城工地现场来回把握黄金时间抢救。20下晡3点半，才咧进行铁路工程的金华城，好亲像8楼的楼地板放起，伫1楼操作小山鸟的47岁姓柯工人，被落落去的物件带掉咧。大概有10乘10平方，然后高度有4.5的这个土方，的坍塌情形。那经集合现场的施工人员清点人数之后，发现疑似有1名工人那失踪，行踪不明，那疑似被压在这个坍方的土堆当中。消防人员调用现场的小山鸟甲怪手清理土堆，佮继续使用生命探测仪。不过暗时11点外，消防人员开屋发现，姓柯工人掉伫被电外小山鸟内底已经死亡。都法局判定现场已经违反建筑法规，命令停工。安全考量，我们就是先停止施工停止施工但清理当然就继续进行那等这个原委查出来，对不对？还有这个改善对策有提出来之后，我们还准他继续再复工。都法局表示，经过调查，工地内并无防范危险的设动设备或者是措施，处9万块罚款，佮命令停工，确保达到安全标准进行，绝对袂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监察委员的名单争议继续在炭烧，调查政党是不满前台东县长黄建庭予人提名，那国民党是按算要用停止党权的处分。黄建庭透过面册表示讲，伊会保卫家己的清白，主动拒绝总统蔡英文的提名。另外一位监委的提名人陈成贤，15年前的单挑案嘛，予人提出来讨论，伊感觉受到第2届的伤害，嘛决定要退出。在这里正式婉谢总统的提名。我对使命向来全力以赴，我对清白绝对捍卫到底。正是晚谢总统提名黄建庭伫面册，讲对清白绝对捍卫到底。结束监察院副院长提名的分了，互伊最终决定放下。你也批评当初支持伊提名做监察院副院长的人，确实无人站出来为伊捍卫清白。我也跟总统报告过我的案件，相关人士亲口告诉我，他们已经做了了解，他们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今天我平白忍受了很多的不实的指控。黄建庭讲，优秀人士有人甲伊当作肉饼，转移焦点，演到这为止也替连日来的监察委员名单争议暂时做一结束。伊讲，毋能互民进党一直拍，连国民党家己的人也一直攻击。伊讲，当初互提名时有向江启臣报告，也被当面恭喜，哪会知影一暝了后全部变款咯？过了1个晚上，什么都变了。这个主席也了解，也理解，然后他说：“来，我们来看看到时候怎么党内的这个怎么来处理。”国民党发声明，欢喜看到黄建庭拒绝监察院副院长提名。若是民进党要借用国民党党员进入政府服务，应该依循党对党的模式，而不是直接接洽党员本人。原则上未继续对黄建庭进行科技处分，而空出来监察院名额由什么人来补？有点名前立委尤美女，民进党前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周品雅，监察委员同意权需要立法院过半数通过。蔡总统刷来推出人选，毋拿外界伫看，嘛爱民进党立委同意。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政治的消息，将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投入高雄市长的补选，昨到公山文献市也扫街。那国民党也按算拜三伫咧高雄开行动中常会时，才来公布人选。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陈其迈，即届投入选举，展现甲民众真亲近的风格。连续2天透早就去市场拜票。直达去公山区的文献甲新兴市场，甲民众小借门甲拜票。到菜市场是最快而且最直接的方式，那我们也直接跟民众对话让民众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然后也可以作为未来推动市政的参考。原本去互认为选情真稳定的陈其迈，民进党内部的人烦恼监察院提名案会冲击到选情，不过20下晡。黄建庭已经婉转拒绝总统的提名，颠倒是国民党这边各加一个表态要参选的竞争者，是要选立委的孙建平。我自己也是北漂回来的孩子，我深切的感受到遇到的在城市发展上长期停滞的困境，透过公开领表，我们建请党中央能够征召建平来应战。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已经表态要参选的人有李雅静、詹允丽、周焕莹、李福宪、甲孙建平。
还有这2天互讨论的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阿兄侯明峰，和国民党伫咧这场选战还未开始，都已经闹热滚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欢喜的好消息，咱台湾经过24天的拍拼，即阵总算对口蹄疫的疫苗除名。那总统的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阁有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做伙出席伫咧屏东的感恩活动，祈求咱台湾的猪肉会当去外销，重新拍入国际市场。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2个人做伙出席伫咧屏东的农委会活动，因为台湾总算正式告别口蹄疫，不过这2天政坛却为着监察院副院长黄健庭的人事案伫咧完备煞。总统是基于包容多元，接受各方，但现在有一点变化，我想再多一点思考，最后会很圆满。不过蔡英文总统的心情看起来，敢若是无去互这2天的风波来影响到。伫咧活动当中，是讲笑讲口蹄疫伫咧陈吉仲的任内结束，嘛算是现代版的王子复仇记，因为陈吉仲因兜嘛是迄当阵受到影响的猪农之一。经过3次的政党轮替，4任政府的漫长的努力，这个礼拜拜礼拜礼阿妈陈吉仲主委打电话给我说成功了，我就欢喜的啦欢喜啊，有点睡不着觉了。蔡英文嘛感谢防疫英雄甲猪农的拍拼，讲到因为有过去口蹄疫的假时，才会当互政府甲民间团结起来，成功阻挡非洲猪瘟，而且嘛会继续拍拼，互猪肉的产业重新搁徛倒转去世界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15日，就要发进行三杯罐这站台，经济部设的三杯罐官方网站，昨已经正式启用。民众上网查就会使了解，包括纸本、电子票券、信用卡和行动支付4种形式的三杯罐，要安怎领、安怎用。对高雄行政院委员长沈荣丁手上接下印信，经济部处长王美花正式接掌经济部，上任了后头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让三杯罐刺激内部需要，创造上大经济效益。尤其三杯罐官方网站拜六正式上线，并且公布4大支付工具，有订也是订立绑定时间，其中纸本票券有订7月7日到7月7日，信用卡、电子票证、行动支付7月7日订立绑定。7月15到年底前，即要消费满3000，就以汇欠也是现金回馈方式领出2000块。另外有多一寡业者推出多一寡增加优惠，用直接伫官方网站比较。未来无排除比较催暗领取方式，用伫官方网站直接有订纸本票券，也是绑定信用卡。看我们那个预购的这个通路嘛，官网里面可以点选到超商、超市去预购的这个机制会有。而台北市政府为了鼓励老大人使用无现金支付，专台首创用敬老爱心卡领取进行券，另外，搁再增加1000块的回准金。为什么让这些长者使用敬老卡呢？我认为的我自己的判断，疫情可能会在11月再重返，所以在这之前要让这些长者或者身障朋友，他使用这个卡习惯。台北市长郭文铁讲，下一波增加对象锁定高中职学生，除了学校推出无现金交易，嘛会建立更加完整的医化系统，请找8亿女中试办。第三杯罐的纸本票券实体通路领取，除了邮局以外，也纳入超商超市。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了解中国的疫情。最近10天，伫咧北京确诊患着武汉肺炎的人已经超过200人。昨暝北京针对西城、丰台和大兴这寡地区全面体检验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嘛针对这波疫情开会讨论，认为讲现此时北京出现的病毒和欧洲的病毒株是真相像。北京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22例。6月11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爆发互相烧话，感染以来19个新增加22名本土感染病例。北京10天以来确诊病例数达到205例。北京召开记者会，对疫情发表详细说明。确诊病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联。22名本土病例内底，其中1名确诊病例是北京大学国际病院急诊室护士，正做这波疫情内底头一个挖到医护人员。这阵病院已经采取封闭管理，并且对病院2669名医护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一切结果拢阴性。已检测业内医护人员2669人，均为阴性。
北京所有集中隔离的人14天期满了后，搁再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才发度解除隔离。由北京本土确诊超过200例，北京已经开始大规模普遍检测，就算落大雨，民众也只会排队检测。19暗时开始，北京已经对新社区这民众、加公车、客运车司机，甚至是北京快递送货员进行普遍检测，必须经过核酸检测才发到执业。由北京已经向世卫组织上传病毒基因组的序列，世卫组织讲，北京新冠病毒真可能由外地传入北京，并且透过人传播。病毒基因显示，跟欧洲的病毒株是密切相关。And as we understand, the viru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uropean strain. 而传出北京爆发的病毒株甲台湾病毒株同款，指挥中心澄清，这病毒株是3个中间对土耳其境外移入病例线上验出，确亲是土耳其挖到的欧洲株，并且强调毋是由台湾传到北京。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因为防疫，咱台湾禁止医护人员和社工出国。即阵卫福部是宣布讲，对7月初1开始，医护人员和社工只要经过病院的同意，就会使出国。不过，回来台湾了后，也是要居家检疫14天，而且检疫了后，搁要做一摆 PCR 核酸检测，确认是阴性，无握着病毒，才通转去上班。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转好。卫福部宣布，为7月初1开始，医师甲社工人员出国的禁令会解除，未来只要病院同意，就会当出国。不过，回来了后，也是要做14天的居家检疫，第15天核酸检测阴性，才会当回来做工课。国内目前的疫情是已经稍微趋缓了哈，所以在这样的考量之下，我们决定这个出国的限制呢，能照原来的这个规划实施到6月30号。不再延长。卫福部表示，疫情紧张的时阵，因为考虑到防疫，疫情指挥中心为2月底开始限制医师甲社工人员出国，避免出国旅游的时阵去防卫到，持续影响到国内的医疗人力。即卖疫情有较稳定，未来会当由病院家己决定讲，敢是要让医师人员出国参加商务、甲医学研讨会等等的活动。医事人员自己本身的考量以外，那院方也会根据国外疫情的情形，以及就是说，就是我们医院的自己的人力调配去做出决定。医院到底哪里来的法源依据，可以禁止他的员工出国呢？那今天为什么只有医院可以呢？那其他假设我是一个饭店的老板，我也可以不让我的员工出国吗？根据统计，到6月初2为止，这项出国的禁令，拢总有1万多人受到影响。补偿的金额嘛达到8000万。卫福部强调讲，医师人员等来台湾居家检疫14天的期间，若是病院无付薪水，政府会发1天1000块的防疫补偿金。不过，若是民期知影有疫情，佮经要出国佚佗的，都被另外发防疫补偿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医学大学和美国、韩国的专家合作进行一项研究，研究讲有新的时所住的环境和致病风险到底敢有牵连？研究就发现讲，查某人若伫年尾有新，安尼生出世的囡仔得到忧郁症的风险嘛较悬。台北医学大学甲国际学者合作，研究有新的人有新的时阵所踮的环境甲致病的关联性。分析资料库发现讲，以台湾做例，有新的前3个月，若是伫咧10月份至11月份，是一氧化碳高度相对较悬的时期，出世的红孩仔得到忧郁症的风险相对较悬。另外，有新的初期伫咧 PM2.5较悬的环境，嘛有可能会致使囡仔有高血压，或者是心房皮破产的风险。Because Taiwan is in tropical region, so the weather compared to the other settings is different. So this could be the reason, one of the reason. However, we cannot say exactly, but because we just find from the observational data the association, so we would like other researchers to explore further. 研究嘛发现讲，有新的尾期若是日头晒了伤少，会影响到维生素 D 的吸收，所以寒人出世的囡仔会增加得到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不过，妇产科医师认为讲，有新的人唔免伤过紧张，会当挂喙暗来减少污染。买当食维生素来补充日头晒了无够的问题。冬天的话，因为阳光不够，那个情绪会低潮。同时呢，那有可能就是大家不太愿意出门，而且什么都不方便。那另外营养这方面可能也要注意补充。冬天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有那个空气污染，所以这方面稍微注意一下。妇产科的医师表示，有新的前3个月是上界关键的。有新的时阵，食食都要平衡，保持乐观轻松的心情。有新的期间，营养嘛要有够，嘛要加减去晒日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
桃园市平乡国中昨举行毕业典礼，毕业生煞伫咧校园内底夜排抗议，也讲老师优秀、校长作秀的看板在抗议，要求要甲校长黄光雄甲换掉。教育局嘛表示讲，初步已经了解学生的诉求，会派人去了解，若有无妥当的行为，会开考协会处理。平乡国中的学生举老师优秀、校长作秀，甲请甲咱斗相共的扛棒，希望甲现任的校长黄光雄换掉。学生表示，因为学生受水的时段去互学校减少去，而且校长煞优在游泳池的医护厂商开放游泳池，互校外的人士来使用。桃园市教育局讲，已经伫咧6月中知影这件代志。老师甲学生认为受水教学的时段伤少，嘛有沟通不良的状况，会介入了解校长领导甲管理敢是有问题。教育局也会派督学到校去了解对于校长这个领导管理的部分如果真的有不当的这个情势我们也会召开校长考核会。进行后续的处理。毕业典礼走抓去，引起真大的风波。桃园市教育产业工会表示，接到老师的投诉，拜六毕业典礼的时阵，校长典礼还未结束，就先离开，连校长长都无办法，还阁请警察去现场搜证。学校老师表示，校长的作风真强势，亲像是毕业旅行这款的标案，拢挑工排除班级的老师，互人无法度接受。学校的一些招标的工程，对，比方说，学生毕业旅行好了。毕业旅行应该是9年级导师他们都要参与的嘛？那为什么在这招标的委员要排除9年级导师？校长有太多这样的状况，让大家对他产生不信任的感觉。最近他调到平兴国中，又花了好几十万装潢校长室，第2次了。我不知道局内这边是不是愿意介入调查，然后给我们一个说法，为什么在那么多弱势孩子没有相关资源的时候，一个校长要花好几十万元装潢他的校长室？桃园市议员过去嘛捌压出消息，讲黄光雄当上任，就开几10万装潢校长室，要求教育局爱调查。也若针对外界质疑有争议的事件，黄光雄是无接电话。针对学生伫咧毕业典礼了后的抗议，平兴国中这边目前嘛也未对外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减少人讨债食米，也互有需要的人通食饱，新北市自2018年开始辅导社区庙示，设伫社区的爱乡冰箱，到达总共设9位，启用到达3年外来，计共分享超过57000外公斤的食米，也已经服务234000外人次。来多加几片来，我来盖。社区职工当无用准备便当，桌顶这摆满满的便当，拢是要免费提供予需要的民众。除了便当以外，冰箱内底阁有真侪青菜甲水果，这拢是职工募集来的物资，要来帮助需要的人。从我自己做起，如果可以对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改变，那大家将来都愿意这么做的话，这个世界就更美好。我们觉得做得很快乐，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是大家这样做很开心，因为来领的人他们也很开心呐，看他们也能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发便当的时间还未到，大家早就已经排队排好，准备领便当。根据社会处统计，新北市3年外来已经分享超过57000万公斤食物。因为对一些比较弱势的可以达到我们的需求。我是蛮感谢这一项的服务了。推展那个永续友善的续食的方案，希望大家能够自由的分享你多余的食物，让需要的民众然后可以领取。那就是分享的概念，并不是打破以往说希望是有打破刻板印象，因为有些民众会觉得说，我来领取好像是就是一些弱势的民众，并不是。未来因会继续为分享食物、分享爱的目标继续打拼，而且期待更加多爱心企业、头家以及社区做伙来参加，让大家更加珍惜食物。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7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
离岛地区26度到32度。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这土地是咱的嘛，是咱强调，唔是讲干那认同，就是讲咱要安怎甲全世界讲，是阮这个土地的水，水伫对，有啊，哦，唔是干那政治面，对屏东看到热带植物了后，开车到阿里山、玉山看寒带植物，咁一讲，有啊，全世界干那台湾。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暗时9点至10点，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眼界准时开讲。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下字这个词。下字汉字写作下字，罗马字写作呵的下，子以字。下第7条，字第3条。下字是一冬内面日时上长的时，这个时阵黄山啊雨已经落雪，完全是热人的天气啊。气温称悬，有一句俗语讲，下字爱食唔爱去，就是讲这阵天气变热，人就会变贫惰。过来嘛，因为对流紧。过到时啊，定会落西北雨。人讲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就是讲这种雨连绵来连绵去，落袂久。有时阵要出门，看到咧落雨，雨满才穿好，出门雨就停啊。啊，这个季节定定会有风台，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就是讲夏至了后，风台就会定定来拜访台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风台天就乖乖啊踮住，唔通四界拍拍走，安尼真危险。救啊！这气行到夏至，山野是当咧大出。俗语讲，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就是讲山野到这个时节。是上好食的在藏红的，因为咱台湾南北气候无同，夏至的时中北部的稻啊还咧收成，所以咱会讲夏至早暗季。不过南部收成较紧，已经开始搁播新一期的稻啊，所以会讲夏至经济交气，流夏至。夏至爱食唔爱去，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夏至风台就出世，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夏至的时阵出门做事，也是出去佚佗，爱记哩加啉外滚水哦，唔通着山呢。咱今仔日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